虽为双主翁当中一则交代。后南洛阳焚香府里向你他要分明章，你这了让来忽悠档子里落而防备。副国长自告我里向你那分章是不够什么，给因总管来府指目通改。为之别人耳目们，龙个抽队浪向已经不得之后忽悠东林党后入室，总之逍遥出路。不晓得啥也真不知啊，是非几莫为。今朝请个半中牛仔，我的老太阳我的过来一个人，40开外年纪，中等身材，骨髓时常面如彩色，身上像一身旧个方巾海青，自手轻叶，那是2根三牙左手嘛，那让是一是女。唉。见人穷只得女也低，鸟虽马上富丽飞。得人马儿我日后，头满个文王不觉着急哟。哎，区区张一里。你张高浪东门外头还有点名气，阿爸掉手下来个点高档，把我吃着别都切得了差价地皮光。我里向喝毛个毛光，喝当个当贼，喝叫个叫心，真是为家头死别。唉，人比人气杀人，一个小娘养出来的，你个好妹子还要夫妻。搞得这焚香府不然你他要做生意，7个月10个雷咋个水呀？8位家私吃不光了用不光。虽然妹子个脾气垃圾点些，3个药材店里向个张佛水，伢儿子媳妇放的，这话过去门里最要2的，哎呦，从对浪母去母的脚浪，谁2个人哇？门里这个手头不良人子开火厂，也是不里母得了置身无敌。人啊，要有气概。这个那个面孔一般，说经商经书，这样不来门内交通的，要长个口气。副科长也长气，气不长。今朝屋里向米房里向米5不一粒，烧盖里向烧5不一根，高子不当我上头预测。没办法哇，只好再到妹子他来，只要个石头不良，石头不良不来嘛，3头良，那气度眼热，哎，中啊，50法，木马子和娘里磨脱2声，这哎，哟，得罪，门打开了浪。门上还有人啊！门上还有人啊！门上东儿阿福听见外头有人辣黑么眼睛打出来，一看么，哎呦，当啥人了？就来呀！街上里就来呀，都不大高兴，不见么得一不样，那么男人石头浪打个棍子，哎呀，我当啥人？啥子？就啦？就。那叫我脚来，但是句 English， 晓得个3句诗里，就脚来么就脚来是吧？阿福，阿福，这个你他要阿拉夫了。啊，你他呀？哎呀，这下面也叫了来忽悠完。哦，那么你哪阿拉郎？哪了里向哇？那里向，没，都这样的，通边上，随时我就啊，就来要一千里。这个你个天，叫我在里向通的，来回这一道岂不是要后撤吧？不啊，啥人高兴了？哎，对啦，阿福哎，那个自家人也不是外头人啊，还是说门说路开。我打你说，哦，一个哪嘛，
落个抽的了。不但是后花有东领导后日是必须秀气个这样。你也去你哪能你自家进去还走来个了？我自个去。用不到同没喊我自个去，自个去。没。搿周阿哥穷得了口疮开不去，搿妹子也是鄙视了羞。其实一大路过来，正后花有够羡慕的，谁大给他东领导门前一看嘛，落英重重一只虎手，对过来搿只脚刚刚打到搿只石条背浪，石上头里一条声音传过来。哎呀，我个那，我个雷郎啊！那是不嘛你他要别追来，还得你哪种子斜呀出路啊！我也捞你个闪枪嘞！哈！哎呦，个两声声音分明是自家个妹子，打个中国来福两高头让调人失笑，疯死！妹子啊，你不想想你啥个身高了还？当文相府个知母啊，从小受到女小姐，哪做得出这样种放里丧尸的事情呢？不来，训斥太傅，走！我要找你对我来做啥？家中的妹子个脾气啊，从小神性泼辣，我眼睛闯出里是。可是你非当我做阿哥一刀两断，三人不杀个条路都特在。是的，谁来多去？我们都这样等了里向的人说起哦，我们一个子等那个老太阳下头，这个算啥？画个领子。陛下两高的真的让心花怒涌，啥你听到我的一声瞌睡声音吧？哎呀，你他要追这个根本哪边啊？背着你还是飞呢？对，我打，心急慌忙忙着外头奔出去，刚刚到搿个天边上眼手一关，为何不是你他呀？居然呀！定心不说，实配周日进去，居然要那个战后都分当一什么忙，这个花高浪向，哒。三了无在，你给几只口浪的呢？上去，哟，一看个妹子已经让窗门跟水等下我了孩子，哥哥，哈妹子啊！哎呦，那一看总是为害，不是你他呀，阿哥啊，心定。哎呀，我到啥人了？哎，哈妹子，啥阿哥你来？哎，走啊，过来是吧？哎，阿哥啊，哪里你啥子啊？还在里向？没。阿哥你什么呀？哈妹子，难受。哥哥，阿姨，这屋里都带你带杯冰水家。哎呀，搿啥阿姨也是不大行牛了还？用不着，哈妹子，这个屋里向已经吃过蔬菜，吃过菜。这妹子个不客气。别客气。阿哥啊。哈妹子。我以为你是想着上有分来走啊。那有穷忙。那么今朝来，还有啥个事情讲？啥？交通的石头不良，后来没3头5两。刚要想开口，刚没到个杀上头里杀一个年头，什么的？3头5两。今朝不看见搿条戏，3头5两足够了。看见是搿条戏搞定不是俺毕业了还？搿技术功夫可是没机会的，搿么你哪说？哈妹子啊，看见你老夹平头啊，哎呀，努力懂的嘞，搿是不能让说的。搿科主讲中国还要加开一只年头嘛。搿个哈妹子啊，阿狗啊，那
今朝这娃狗一来嘛，来忙忙的喝妹子。哦哟，那遇到一来是对于你来了哇？对，不跟你来么里的，这个一来啊不来的。干嘛阿狗啊？哎，太子，今朝你来耍么？上气讲吧。上气这个难说法。张家那个周公么真家伙。上家可吧？我个好妹子啊！你一说，我哈就讲呢。好妹子啊！这娃跟先生是语中爱我，还是和了那妹子面浪向讲讲。把人面浪向么我哪讲得出去哟？我听哈了嘿。干嘛？好妹子啊！我们熬坏当初少局长枉然昨日太荒诞，想你张家谁不见哈门府，首尔东门一大有情呀，我不该不是别当子，必是下都然一问家人三千光，哎，妹子啊，一搞人家把我弄光嘛，我想越想越懊悔莫及。哎呀，以为事情已经了样子呀，阿哥啊，哎，我求你水心么收在啊，水心嘛，我哪着水心了嘛？啊，那妹子你还记得我发过嘴个？我说今上今说在阿福来门内只要动的。哎呀，这种么才是气头浪向讲个闲话呀，你那还当真？不管，个男子汉大丈夫讲出来个闲话要收收话。不过妹子你要晓你不晓得我屋里向实在不来日子呀，米盘里向米不一粒，烧盖里向烧不一根多，阿是等我吃得不可开交，阿是了。我想个中年教有啥意思呢？阿是了。那么我硬就咬住么这个硬对比么，我一脚打出屋里。打出屋里做啥家？一月4日端起楼。啥么子？我没出去寻死了哇！我人家狗屋了么这还死了？那么你阿西家？我个女人都跌了开哇，戏子我还看得见呢。那也想戏的俺不是俺别当。我有哪家？没的相逢一个劳动穿，当这个劳动哦。哎，他这个来的我们哪喊你？当时光抓一把弄个头了。说张兄啊，你最近啥干活得法？我说劳动我马分没奶子儿子了，我屋里向时常摆都你家狗屋落了还。是张兄啊。你到张家里向嘛有名气的，你嘛是聪明人。对管。哎，老实的不错，叫八字为的进步嘛，你还唯心主义者。我说我来这唯心主义者娃子，哈，哦哟，张兄啊，你有上文过去大家没哈啊？既然是俺们我今朝天天呢，你说要天天哦。我有啥个事体还天天你家？那么我还不懂呀，我还是喊妹妹。我说啥个事体天天哦。你哪说呢？是张兄啊，本来没要到人家去个开饭店的，啊是啦。那么这个一本万利个生意好的热混混的，那么看见那张兄嘛，当然还有缘分，是俺吧？但哪个开一饭店？那你说要当我个开饭店？那么个开啥个店家？我也不懂做生意的，我还是有门嘛，哈门呀，啊是了。我在门里开啥个店？那么你说个？开一杯南北今后店。妹妹姐，哎，啥个南北今后店？哎呀，听俺
气。那谁个隔壁店嘛，南后啊毛，北后啊毛，今后啊毛，这个隆冬三毛，这个叫南北今后的。哎呦，阿哥啊，这种水是杀红的喂。那个我也不懂个儿子了，哎，我是还谁是讲哈闷呀儿子，哎。妹妹，你都跟来的我阿哥那个，开始啊一台店嘛，阿也几乎本地家。那我门是当初还门个了儿子，门也几乎本地。那么你是个连地皮房子今后还不让谈，过了三门一塌瓜子中央。几乎啊。那么也客气做刚才，谁让妹子个脾气啊？那啥电视个，根本呢，至于媒体特高么等的落地为高，那总归比水泥不良要多得多。对，呀，还不让谈一塌瓜子中央。几乎啦。7千了。哈？不，你吃4千了，我吃3千啊是了。那么我是我拿我的鱼少3千，鱼子3千嘛，不至于落到这样个地步。说张兄啊，你多少个你们亲戚朋友多少个我稍微通一通小一小嘛，谁还发大财个话对？那么我想这个闲话大对个那我总归还要这个来个八字为头进步，要重振站岗。那么我决定在这个里开这样一杯店，今朝来嘛，那哈，特地登门。来吉祥上，今朝是来门内只要3千本地的。代理妈妈的虎不阿托来讲哈，3千了，要么年那个婚，这个不会叫本来。别个夫妻样的，还要有份海务回头的了，一动南京的，有在。阿哥啊，汉妹子，哎呀呀，周妹子今朝听进来说起家归正，肯开的做生意嘛，我得真正没考问。哎，到底哪一个爷娘养个样子？别狗啊，别狗是不到灵光了个，别狗呢哈。阿哥啊，汉妹子，你非要看看你份相符，我让你那么没相抢。这日过子啊，真叫差不多个丑样。汉妹子可是难客气。不啊，你谁不晓得哇？那今日周妹子谁讲的不来听听？那么你说说看。阿哥啊，汉妹子。还做说，还是该子那妹子这样边边吱吱叫叫滴滴个搞些来屋里向不过啊！我的少年节内哦啊对，那我到班里来没让我为的求你卫生主义，我为的求你个哎，我的求。可是他随便里去吧。那么阿哥啊，汉妹子，你等我想想。那哈，只数大门的。
手。你那一米杠一米落浪线，你今朝来说啥？回来回去，为子开店问我家的本地，他是侬一个的也不讲，想杀他伊们的兄妹之情。那么再眼睛啊，讲着我的来福搿点事体，不去阿不里看见我哈？那么实讲，不光你今朝看见了分看见，让我都不地里，什么里上去？对。阿哥啊，汉妹子，来当来我当你说，你是个一顿打一个3000两嘛，这妹子她真的一时就让挪不出了海湾。可是你谦虚。哎呀，别个分海湾，那个侬吧，还有点些说话。好，失望的呀。哎，是个阿哥啊，今朝我谁家不呢？500两你看那哈。汉妹子，你是几话？500两。500。你挣500。我又看起头的啦，生气的啦，不像那个人物。哼，别说这个蜗牛须了还。哥们呐，搿基础讲也没撇课。一刻是一刻做500，不是讲便宜的。哦，汉妹子的各有各个难处，是吧？是呀，分享夫开销还蛮多。哦，既然是讲妹子有难处嘛，就500嘛，就500。没法哇，哎，那么你阿哥说一下啊，我到里向带你去。不，汉妹子慢慢讲。那哈？汉妹子啊，哎，搿500两呢，先包了你的。你不知我呢，我啊。动地不是麻烦开店，拿到屋里吧，你多个傻傻看见动地么是一点米马上说当的，动地带3到1个也不能开店噻，谁包了你的？等阿哥外头堂堂去5九口呢，去只要做子2500两嘛，再到那妹子到那拿个500两，是俺们店开的人工噻。搿大没喊哇？哎，都在那喊妹子。打了我打吧。啊，没喊哇，搿么喊妹子我睡着。阿哥说你现在是也追着？劳动我等下我了海呀，我动地拿不出来，到人家开店的呀。哦，我就对的，可是做生意眼睛的。个当然。搿阿哥啊，你去吧啊。我去的。哎，你喊哇，我不送账。这个妹子啊，刚刚来个辰光听门上阿夫讲，还是泥汤要分到最高啊。是呀。搿枪一直往来货有档次里。啊，没好。搿么做完个回转去，顺道边来货又去，他要到你个老妹长半头啊！带交上来。老前头里啥有分半头嘛？但是要配对个呀。对，那我到里去带交上的。你好，阿哥啊，搿么你最好啊。我去的。我晓得这样，我不送着啊。好妹子啊，我今朝么硬头还要拿个老妹上去偷走来。你想想看，一家之等了外头花天酒地，老话说得不错啊，上梁不正下菜错。那个当家人等了外头，还晓得屋里向个闹闹，搿哈子个动儿浪啊，我要好好叫得你刚刚清爽。皇后鸡蛋，深恶体统，当理丧事。什么时候这两招叫同安运动呀？说谁让我等那个句闲话呀？现在辰光哗啦，身体不走。还没子那。哥啊，你们去不来，哪是俺个家伙？一上海我听过讲啊。你送呀？啊，送定是这个呀？哦，那么你好说讲一上海话哎。那我这个我真听见你说个一等外头5几口呢，门不人家去交动你们，我来想，是个你个天，中妹子
那个猴子啊，让人过来哇，这个谁叫不有不得哇是？哎，那孩子，阿哥啊，哎，别收了狗噻，是干吧？今朝你开的这个3000两本地嘛，做妹子的一狗子家不内吧？还没子你讲的啥？我说你这个本地，我一顿打家不内。哦。3个这个3000两的还没子一个子交给我。嘿，我家。格来人家娘了搞不用的。搿么还没子没个啊，上得走啊跟外头去，我就可能是还是你能给一个子交给我们再还不用，还是那哥你几时来我家？那个老头我让等下我了开话，还是了你郁闷我马上到处摆话。你说一下啊？没个，我带你去拿。都在你还没子。哎呦，那是肉母啊！没办法，家门不离伢来了嘿。到里向肉买想打开来嘛，500两个银票，拿子6张，5、6、4、7、3千，打单外去。阿哥啊，哎，还没子，给你3000啊！你第一都是你还没子，用不着个自家兄妹，为了地上用不着个1、2、3、4。这个，嘿，还没子啊，等到月子盈利，我总归会在家里问问个啊。真是哎，不是，搿么这个还没子啊，我追着。哎，阿哥妹妹去啊，你这个来花油阿起来，说上话。那这个你他家等个啥货呀？不起在。不起在还是啊？兄弟们，我口气咋出去？你想那好妹子，我等你兄妹，旁头子们我总归替你讲闲话啊。对了，你想呢，弄得篮球的里向脏脏扯扯，这个叫我难看了还啊！对，不去的。呀，是别气子，我气着啥家？好妹子啊，你别动气啊！啊，起娃子身体走啊，狗到底还牛母个，该子上的高档，接地上你让你吃，哎的，哎，自个身体不容么顶眼睛，想吃啥，关照希望该说。想做啥，关照裁缝师傅做。如果还没子你说的一个字过上义气嘛，还个不动儿过来白白嘛，还分一个。我要你路上懂得样样才分一个字，交代到此结束，谢谢。